伊是我感谢你福赛呀无够呀，我心所敬听，我只好会无食，有阮踮你遐拢无惊。是水的草坡，你欢喜带阮去，互阮通甲你同欢喜。旷野大山坡，我有时也要路。伊是我心事真艰苦，虽然对着来，甲看轻搁起笑，要求主予我通求求。万民着亲阮，我的主，我认故。声音无听见，无温顺，伊使甲世人同欢喜出大声。我的主先尊名，我心所希望大人来，主耶稣，是你听我替我归路，是你。牧师伫讲道时阵，常常甲咱提醒，每一日透早起床开始，咱就用学乐、用感谢来开始，来记主的面。每一暗，咱要休困的时阵，咱算下主的恩典，咱感谢主，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感恩。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阵，我听到这首诗歌，安尼讲：日是娱乐，甜蜜是感谢。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感恩的人生，今仔是感恩节，咱搁一摆来唱第一节，咱搁唱第一节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感谢上主之我认意，日是娱乐，甜蜜是我感谢。
无够赢。我的心实在俄乐，咱三甲来吟圣诗35首，我心实在俄乐。我心实在俄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生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敬尊。上帝大慈悲，伤我拢无罪过，又到日日超过有情，我必得以后。上帝拄我罪恶，我当离西的好。我天你的关我切多，主爱我的推散，亲像白雾跳塔，一边所死的行，上帝也听见伊的人。也过白雾的天，咱人是命哪会？大风来吹就响，上帝慈爱永远袂过，有能是阮无赢。我是无路上帝，比赛所得上苍，一定得合作一个，我已感谢无上帝听超过咱所求所想，上帝听超过咱所求所想，听伊的人就知上帝的奥妙。接续咱三甲过来吟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；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。咱做伙感谢耶和华。我的心是你的唱歌，我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比有
季节，咱的做事人因已经修成。上帝赏赐咱遮尔水的光景。昨昏伫路的，我伫田里有看到一大片白灵丝伫田中咧捡食。迄个时阵，心中直接感动，感谢主，上帝照顾因，上帝嘛照顾咱。所以咱的心情就唱歌，得时不得时，任何情景，咱拢用感谢，用咱的心情来感谢咱的上帝，因为伊听咱告诫。咱搁一摆，用咱的心情，用咱的心情来感谢耶和华。我的心是你的唱歌，我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。哦，耶和华上帝。主的恩典是遐尼丰盛，咱三甲来吟圣诗483首，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。主的恩典你着算，你着笑；主的恩典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典算袂了。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，伊到落只希望生命看无路，你所伫的阮事逐项想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写。主的阮事你咸算袂了，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我愈烦恼直到心乱乱，要伊上帝也通陪心家不愿。你所伫的阮事，搁再想来记，要伊手的无去日日爱饮食。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写，主的阮事你咸算袂了，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想别人有福气，隔壁大家伙，无地土开送向天里有出体，你所伫的阮事只因袂记。
无藏伫天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啥？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所以经过7无论大小事，无伫内真希望上帝愿做主。你所伫的恩赐照顾手来讲，主的安慰帮赞引带到天堂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啥？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兄弟，你有啥物通感恩的事呢？我会记你即摆牧师讲道，会当真自由自在喘气，就爱感谢上帝。会当伫即摆即个世界真自由，而且敬拜上帝是一件好顶感恩的事。世界伫即个疫情还阁真严重，咱会当伫遮敬拜上帝，咱实在是何等的稳定。咱阁唱一节，然后咱来唱最后的副歌。真希望生命看无路，你所伫的恩赐逐项想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啥？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。主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啥？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。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啥？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。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接续咱来吟救主，我少年你的时。救主，我少年你的时。心怀，总是记你甲你行去，可靠的你爱，我情日。
常常爱孝念主的恩典。伫这个世间，真侪代志拢会过去，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听永远袂无去，上帝听永远袂无去。所以，伫咱拄着任何的情景，咱来知上帝永远听咱，上帝听永远袂无去。咱搁一摆用咱的心来感受上帝的恩典，来吟这首诗歌，救主，我孝念你的心。救主，我孝念你的心，你必将我心怀，总是记你甲你脚踢，我脚踢你爱。我将人对的主基督，主名的你无疑，虽有光明是无程度，那为无名通比。忏悔生命所望的心，面对喜乐的主，主比人民对落水里，水里就的温柔。吹着的人福气偌大，一笔都标出来，耶稣的条路清白宽，伊听的人才知。只有耶稣最愿喜乐，最愿保守极大，最愿永更满足基督，你到永远无衰。我真爱吟这首诗歌，我逐摆吟这首诗歌的时阵，拢真感动，会互我想到足侪人，足侪听我的人，足侪伫我身躯边，甲捌伫我的生命中出现过的人，因诚做我的帮助，诚做我的天使。感谢主，这拢是上帝的听，无法度用咱的话去表明。兄姐，你有孝念主安那听你吗？咱搁一摆用咱的心，搁一摆来吟，求主，我孝念你的心。求主，我孝念你的心，你必将我心怀，总是记你甲你脚踢，我脚踢你爱。我
我主基督，你高言我无算。感谢主。这是请咱搁准备心来敬拜，请走啦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，你的诚实到强冲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，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。这支蜡烛代表希望，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1首，咱着感谢主耶和华做咱拯救石盘，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学乐无停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主愿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我信上上帝帝，全全能的能的爸爸，创创造造天地天地的的主主宰宰。我我信耶信耶稣基督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前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启应，用启文15篇做伙来启应。启文15篇，诗篇65篇，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看赢我，论到阮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。即号人有福气，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你劝顾土地，甲互伊真肥。上帝的河，伊的水满满。伊安尼陪伴土地，就是替人陪伴我国。你管压田横，满伊的沟，收平伊的灵。落好的雨水，互土地软软，其中所发生的，得到你赏赐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。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，地伫旷野的草坡，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。草坡用油裙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角做幔来盖。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。即时，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280首来学乐上帝。圣诗280首，我爱朝见天父的面，无伫赶我远远，心内羡慕上帝圣神，毋通甲我斩断。请咱坐伫吟全首。我朝见天父的面，无伫赶我远远，心内羡慕上帝圣神，毋通甲我斩断。相信有一互我坚固，高向地球的风。上帝道理我去传播，爱人定我幸福。伊被上帝写我是罪，但我暂写吟诗。大声乐定会会不用上帝的应，小真的民族无欢喜，爱我就会心内多归挽回隔壁，一杯龙无养真，甘乐断就会用所行多坚定，万民各主民的敬奉，上帝让乐欢。
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将上好的福分赏赐阮，互阮伫清早起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乐你。求主圣神保守赦免阮的过失，互阮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，领受你的祝福甲恩典。愿主圣神充满伫圣会中，圣神甲阮同在，通过圣经的话语以及牧师的讲道，互阮更较深的认捌你。圣神亲自按阮来讲话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来领受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恩典。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即摆要伫病痛以及心身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平安医治保守，甲因每一位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。阿乐请圣歌队。我
是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，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，第一位伫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。以赛亚书12章第2节，看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倚靠伊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诗歌，也真做救我的。恁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唱水，伫迄日，恁要讲，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，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。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，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，愿即个代志传遍伫天下。锡安徛起的百姓啊，恁着出大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的圣个伫恁的中间最大。第二位，搁要来看歌罗西书第3章12节，以及15到17节。歌罗西书第3章12节，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信也得着听的。着用灵敏的心，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15节，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，恁受着成做一体，也是为着即个。搁着感谢，着互基督的道理，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父三架势、三苦劝，对稳定伫心内得任来学乐上帝。17节，搁既若所做的，或是讲，或是行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。以上正道，请曾牧师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上帝，阮伫你是阮造成，阮有感谢，阮有恳求，阮为着过去一年对年头到年底，出你所备办，你所想事，阮诚心实意感谢你。为着明年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互阮穿生命的新衫，就是圣神所带互阮新天新地新的代志、新的活命，做互阮伫你的面前，伫你救阮的水泉唱水，阮通得着欢喜唱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一方面感谢，一方面洗清阮手中的杯。阮要来承受上帝你的救恩，求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的礼拜。祝你的囝儿查某囝用腰歌、期待、脚步来恳求你，求你施恩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教会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恩节是一个感恩的礼拜，咱本是应该用诗歌。用祈祷来感谢上帝。就是伫即个感恩节时，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到上帝的面前守圣餐。咱啉即个圣餐的杯，咱来试看上帝恩典的慈悲。我嘛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所听兄弟姊妹。伫新的一年，愿恁的杯甘甜，愿恁的杯满满。无人用一块杯仔对年头到年底，拢无洗，逐日安尼啉，对吧？一个基督徒减通对年头到年底，拢无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。愿咱来到主施恩造成，因为上帝实在无欠亏咱的奉献的金钱啊！上帝嘛不需要咱甲伊学乐甲感谢。因为伊阳光自在、自然而然，伊至关至圣。这个感谢是做咱的利益，
因为感谢是一支奥妙的锁匙，会晓感谢的人看见幸福，常常怨叹埋怨的人，拢看到苦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是主甲咱陪伴。伊讲：你来到我救恩的水泉，欢喜来啉。愿咱大大开喙伫上帝施恩做证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过去无论我人生境遇怎样，主对今仔日开始到我一生的最后的结束，我拢要幡然取水。也这恁愿意吗？如果上帝已经为着咱陪伴这个人生白白稳定甲祝福，咱减通坐伫遐等。主讲我的救恩的水泉为恁来发出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生命有一条新的歌。迄个歌的歌词讲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美国的教会因牧师拢常常伫开始的时，要礼拜敬拜时拢讲 God is good， 上帝是何等的好啊！安尼兄弟姊妹个大声讲 all the time， 拢是啊，逐日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好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上帝是施怜悯慈爱的上帝，得时不得时，伊拢甲咱相合伫地。愿上帝享受新的一年，也这恁的生命充满喜乐的时光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咱的上帝应该得的荣光归予伊，将咱的上帝应该得的荣光归予伊。兄弟姊妹，感恩节是对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开始。虽然这个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是拄今仔日这个礼拜大满400年。如果你有注意到牧师伫 Facebook 顶礼拜开始播一个400年，因为因伫1620年11月21日5月8号拄停靠在美国的东北角，就是纽约宾州这个海港400年。一个国家享受上帝祝福，其实这不是美国人的祭旗，这拄旧约开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主人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因就献上感恩的祭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愿上帝常常填满恁生命的杯，也这相信上帝，大大开嘴甲上帝讨。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机会；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因为上帝一切的所做，何等的水，何等的好。愿咱有一日无出伫勉强，是出伫心内真正的满足甲欢喜。咱会对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你实在真好。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，到永永远远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一生顶端，为着你的疼，为着你的信，为着你切切的恳求，上帝将伊满满的祝福填满伫生命的杯。所以伫今仔咱守圣餐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杯仔内底毋通留任何一滴。将这个葡萄汁完完全全甲伊享受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今仔日这个杯对年头到年底，主，我要不断幡然取水。上帝，你要我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嘛是保罗称呼咱。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设立。保罗就甲伊个兄弟姊妹讲：咱是上帝所疼、圣洁蒙爱的孩子。阿们嘛。两项代志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心清气、手清洁、圣洁，来领受上帝所陪伴伊的疼甲伊的祝福。要过新年，这段圣经讲：
恁就爱穿灵敏、温柔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将这个好的生命的品格，耶稣基督的阳光，存伫咱的心内，穿伫咱的心上。我每一摆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拢是穿清气的衫，用圣洁的装塔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上帝毋是计较过去的上帝，上帝是伫咱头前来听候祝福咱的上帝。也这互我的话，甲心中的感动来鼓励恁。上帝毋是计较咱的过去的软弱，上帝是伫咱的欠缺伫头前来听候咱。主啊，愿你怜悯阮，互阮一生领受上帝你的平安。伊讲愿耶稣基督的和平，迄是白话字的翻译，拄则词汇恁有注意听。伊讲愿耶稣基督的和平，好版的圣经讲愿耶稣基督的平安踮伫恁的心内。其实这个字拢会通，因为这个字就是shalom。shalom的意思就是和谐。我的心中不搁再有搅扰，我的心中不搁再有怨叹，我的心中不搁再有受气，因为主将伊的丰盛、伊的安慰，伊放手伫我的心内。伊讲我的囝子，我的查某囝，毋免烦恼，我要甲你三甲地地。愿咱甲耶稣基督合做一个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存感谢的心，伫到咱世间的路尾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常常成做一个俄罗的教会。有人讲伊的教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，有人讲伊的教会是俄罗的教会。其实拢是，因为敬拜上帝的教会，敢有无俄罗的？敬拜上帝的教会，敢无恳求、伸出双手来领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今仔日的题目叫做“心被恩感歌颂上主”，愿上帝恩典充充足足伫恁的心内，互恁到落尾挡袂牢满足。用主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安尼就会使。伫到迄一日进前，咱拢拍开咱的心，甲主祷讲：主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怜悯我。互我因为你的听，对心中自然而然欢喜来感谢甲学乐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咱的生活，无论咧困，无论咧行路，无论咧工作，无论咧讲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互兄弟姊妹恁拢圣洁蒙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甲主祷讲，主你的圣神踮伫我的生命。到永永远远，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每一个礼拜日应该拢是感恩节。每一摆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应该拢是感恩的神圣的事情。总是这个感恩节是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伊的起头是美国5月8号，因离开因的故乡英国。因想要到一个新天新地所在，这只船顶悬有2/3是世俗人，只有1/330几个是敬虔的清教徒。虽然清教徒是少数人，但是后来清教徒改变决定，做伙追求新天新地的世俗人，所以后来美国。因为上帝祝福，因竟然伫因的钱银角啊1块的顶悬讲 ，In God we trust， 意思就是讲，阮相信上帝，将世俗的金钱财宝，该分别做成。美国人毋是拢总是敬虔的真教徒，但是既然敬畏上帝的人，拢要诚做有影响力的少数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恁的囡仔，将来将做有影响力的囡仔。牧师祝福你们，将来恁的手
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有大大的能力、权柄、影响力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今仔日个礼拜感恩节，咱听圣经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你敢会记得这句话吗？对年头到年底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目睭看顾你，你有阿免吗？你有期待明年上帝的目睭看顾你吗？你有期待伫头前的上帝是用伊的笑容来听候你？虽然检测你有跋倒、有流目屎、有欠缺、有郁卒，但是这个上帝用伊欢喜的面，伫咱的头前咧听候咱。愿天父上帝看顾，这句圣经就是感恩的由来。因为我的经历，就是我来到这个土地无厝、无田园，但是上帝为着我备办一个叫做 America 这个土地，我的子孙伫这个所在生团。台湾嘛是这种的土地，咱的祖先开垦到今仔日，上帝互咱共一款，所以代表因为这个缘故，足清楚写伫伊的诗篇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金句，搁再金句。伊讲：恁来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，用至愿的上帝行恁的愿。这个感谢的祈祷就是阳光天父上帝，伊的字叫做托拉，这巴卡。托拉就是感谢，这巴卡就是献祭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做一个小气的基督徒，甲上帝一切的备办祝福当作理所当然的。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多看起来介像平凡，是自然而然的代志，但是会当喘气，会当平安，心无受搅扰，其实这就是稳定啦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。感恩是基督徒甲上帝建立关系一支真宝贝的锁匙。毋是上帝需要咱感恩，是因为这个感恩的声就通到天顶，上帝欢喜听。兄弟姊妹，感恩代表讲，感恩其实就是敬畏上帝。白话还好本的翻译改翻做荣耀上帝，但这个荣耀其实这个字就是敬重。咱心中若有上帝，咱对上帝讲话敢会凊彩？咱心中若有上帝，咱入来到礼拜堂，你敢会亲像去菜市啊？只要心中若有敬畏上帝的心，迄个所在就是圣殿。只要心中若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咱的心就是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当心伫主的面前讲，主，我要献上感恩的祭，感谢的祭，独独只有互耶和华我的上帝。感恩毋是交换条件啦，那像讲车的乌油，若过期就爱去换掉，甲换新的乌油，你才会走啊。感恩毋是安尼，感恩是一种听的互动。流动，上帝听伫咱的内底，咱会听伫上帝的手中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同齐听代表安怎讲？伊讲见来用感谢献做祭，就是用光我。记载伫诗篇50篇23节的第一句，愿恁记得，是因为咱敬畏上帝。是因为咱感谢上帝，是因为咱经历着上帝，是因为咱相信，伫头前的人生，上帝为咱备办各种的稳定，而且是一世人的稳定，一生之久。然后这里有期待嘛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感谢上帝。
感谢这个字，阳光上帝这个字叫做卡巴，卡巴这个字除了翻做阳光以外，就是有重量啊。迄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重量。你的上帝伫你的手中有够额的贵重，所以你自然而然你捧来时，你就真谨慎，你就真珍惜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若袂珍惜上帝所备办的恩，该当作凊凊彩彩，那安尼你担着任何上帝恩典，你就担袂着真正幸福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说讲，我的心要被你恩典所充满，然后我要充满俄勒西瓜。心被恩感，歌颂上主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到年底，咱的跨年祷告会，拢是咱重新回顾伫今年中间，咱所行过每一日、每一个脚步。兄弟姊妹来回想，对今年年头到年底，你怎样？全世界伫今年大风台啊，武汉肺炎疫情，全世界跌破了多少的眼镜？但是上帝除了保守咱伫武汉疫情病毒这个中间有平安以外，现在要有啥？检查咱有拄着困难，但是伫困难的背后，你敢有看到上帝的陪伴？伫欠缺的背后，你敢有期待上帝？亲像顶礼拜咱所读以利亚的迄个故事讲，上帝微微的声，连问以利亚讲：以利亚，你伫这个所在咧创什么？原咱亲像撒母耳讲：主啊，请讲。你的囝儿恭敬来听，愿咱对上帝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礼拜，同齐敬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学了咱的摇花，求求伊的名，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日子中，就常常讲起上帝，保养上帝，伫你的人生中间所享受的奇妙。高举伊的名，常常甲你的囡仔讲，咱的家族是平凡的家族，但是因为耶和华伊高举咱是卑微的做事人，亲像大笔是卑微的雇养的家庭，但是上帝高举咱，互咱对卑微的中间称阳光尊贵，上帝的荣耀，愿主甲咱三甲地地。你相信上帝要为你成就美妙的事吗？你渴望伫明年，上帝有缘同款，用伊的美妙慈爱来祝福你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独到你伫我的家庭掌权，你伫阮的中间，伫阮的教会，以色列的圣的，耶和华我的上帝。独到你伫这堂教会掌权，伫我的家庭掌权，伫我的心中掌权。主就甲咱三甲地地，毋是400年，嘛毋是敢若3400年，是永永远远。咱的上帝要甲咱三甲地地，愿咱彼此互相鼓励，互相劝勉，互相安慰。愿上帝将伊的恩典、甲感恩的时光，放伫这堂教会。咱常常唱出感恩的时光，互侪侪伫今仔日生活中间，感觉孤单、软弱、重担已经无法度承受的人，因一旦甲咱做礼拜，一旦甲咱做伙时，因嘛要甲咱共款领受一切应该的需要。
伫今仔即个礼拜，牧师要甲恁提醒2项圣经真要紧的观念。第一，感恩是一种的态度，兄弟姊妹，得时不得时拢爱祈祷，得时不得时拢爱感恩，得时不得时拢用欢喜、花头喜面，就算这是真勉强，要常常喜乐，凡事祷告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互咱明白一项。感恩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感恩会带来一种新的眼光，就是你要看到幸福。感恩的人常常会伫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间挺好，然后伫迄个忍耐中间看见天都光，迄个微微的光，哪来哪光直到一中道。感恩是一个态度。感恩嘛是一种属灵的能力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困难看见幸福。幸福人人爱，但是无拄拄大家拢感受到。但是咱相信，只有一种幸福是钱买不到的，有一种的幸福是金钱买袂到的。就是牧师甲恁讲把福，迄个把福有无？迄就是对天灵上帝白白的赏赐。兄弟姊妹，这张图你看到啥？中牧师着一蕊花要靠啥？你注意看，你看到啥？这蕊花检采是代表，但伫人生的工作，亲像玫瑰花园的农夫，伊爱去挽迄个玫瑰花送去菜市仔去卖，然后伊才有收入。所以真辛苦的工作中间，有时伊的手会去互玫瑰花刺插着。乐观的人。虽然伊有刺插着，伊讲感谢上帝，这蕊花卖好的价钱。乐观的人看到花，看到花的背后，看到上帝祝福，看到上帝陪伴。悲观的人，伊就感觉夭寿哦，今仔日甲只歹运，阁插一个。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看到上帝的陪伴。感恩的心要带来新的眼光，兄这你相信吗？如果你若无相信，牧师甲你邀请，试看卖咧。感恩的家族会出幸福的子孙。父母若常常拢感谢天，感谢地。伊的囡仔袂怨天怨地，恁相信吗？无论你外口教囡仔，你的生活态度是怎样，你的囡仔就是怎样。一个凡事感谢上帝的家庭父母，伊的囡仔绝对袂怨天怨地。就做上帝，你较有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。愿你伸出双手，换要做安尼，以前是安尼。主啊，我要得到，我要得到，我要得到。但今仔日变安尼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学了你，我敬拜你。上帝，我奉你的圣名宣告，伫我头前的路是充满上帝的油所抹的，我的头壳顶，我所行过每一脚步。拢要叫做稳定的记号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就听上帝话讲，既然用感谢做济的人，就是用光我，搁落去，因未看见上帝的救恩。这就是牧师遐尼大胆，甲恁讲，感恩的人会有幸福。上帝通过大笔。
甲世世代代基督徒，伊讲，伫恁感恩的中间，虽然检采恁要目睭要目屎，但是请会记得，我要互恁看到我所备办的救恩。现在你相信吗？咱的上帝敢有需要咱奉献的金钱？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人较高嘛是敢若创造人格啊尔，对无？咱的上帝，咱奉献的本意是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所奉献的我的一部分，愿你提起使用，互我身边欠过的人，嘛因为安尼得到帮助。咱的感上帝伊存在，就算做咱无学到伊，伊嘛与日月同光辉啊！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求你用你笑面看我。昨早上拜六的查经是一个灵修的查经，阮做伙读一句话。伊讲：我看见上帝用伊的笑容来帮助我。诗篇42篇第50、11节，恁若爱这段圣经，恁倒进来用暗，毋是用暗，恁倒了，恁就当马上读。第50、11节，第50节讲起上帝用伊的笑面来听候我。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人民咱的上帝徛伫头前，亲像主爱的老爸、主爱的妈妈，伊用伊的笑面来领受咱。伊要将伊的笑容、将伊的乐观、将伊的丰盛感染互咱。所以上帝的笑面是爱咱乐观，上帝的笑面是爱咱兴奋欢喜。伊讲，伊用伊的笑容来帮助我，伊用伊的面的光来照我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到你的上帝来听候你。咱的阿妹姊妹，伊的妈妈拜祭过往，回家了。我伫拜祭的透早要去台南驾车，伫路中就接到阿妹的电话，真着急，甲我讲牧师。感谢上帝，我的妈妈过去讲的是，我的爸爸、我的弟弟祈祷的是，看到耶稣来带伊，这是对阮的家庭是何等的安慰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干那风声，咱的上帝要用伊的面、用伊的笑容来吸引咱，你相信吗？看见无看见，拢相信，因为我知，我的心内知，就亲像我看袂到空气，但是我知影，若无空气，我袂活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礼拜中间，望你的心。伫今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兄弟姊妹，咱甲今仔日同款，今仔日是牧师讲道互恁听，跨年祷告会是换恁来讲故事互牧师听。因为跨年祷告会就是一年最后结束的时阵，咱带着咱心中的感谢，伫兄弟姊妹的面前见证讲：伫今年我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伊怎样恩待我？兄弟姊妹，你要对上帝讲什么话？咱的教会一年有2摆最要紧的祈祷，一摆就是跨年祷告会，另外一摆就是受难周，逐阴暗的受难周的祈祷会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祈祷中间，咱的目睭得到拍开。对今仔日到一生的路尾，咱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对伊讲：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讲袂尽的恩典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兄弟姊妹，
你敢已经领受到上帝甲你陪伴，读到你独享的上帝的恩典，伊的疼，伊的恩，是一世人的久。也是因为这句话要背起来啊！你若不要祈祷，你就背圣经的话，然后你就甲上帝讨讲：我奉你的名赶走这个攻击、伤害、丧凶。我奉你的性命宣告，我一生人要叫我做天公仔囝。求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，互恁的囡仔真侪感恩的囡仔。互咱的家庭真侪感恩的家庭，互咱共同的教会真侪感恩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较侪为上帝来活，较少来问讲上帝你予我什么，较侪的感谢，较侪的期待，较侪的听候。愿主用伊的恩典带你进入伊的圣殿。每一摆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拢亲像总善子，伊来教会拢用跳的，无在拢囡仔，毋是袂使牧师袂使讲迄个囡仔无在，因为囡仔充满活泼的热情。我嘛真盼望在座兄弟姊妹，恁是苦时啊，就要做礼拜，欢欢喜喜。充满感恩的时光，愿上帝祝福恁的人生。圣经中间有真侪感恩的故事，有人因为感谢上帝感谢耶稣的疼，拍破迄个拿达的香油；有迄个寡妇送香到被讲的，但是伊将伊所剩的两个银角啊，伊献伫圣殿的内底。耶稣是一个感察人的内心的神，伊知咱感恩的心，咱也袂唱出诗歌，咱的上帝已经都知啊。耶稣嘛讲，病医好10个患太过病的人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倒来找我？愿天父上帝的赏赐，互咱心中有一种的感动。是一个真心的感动，是一个亲像水泉焕然取水，永流不停。真心伫咱的心中讲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祝福恁的人生。伫向日葵学院17年的时间，阮发现生命上困难改变的囡仔。就是成歹去的囡仔，伊感觉父母所做的拢是应该的，伊感觉伊身边的人所甲伊做的拢是应该的。而且你同意吗？世间无迄个应该的代志啊！凭什么上帝爱听咱？毋是应该的，是因为上帝真正听咱。伊看咱做伊的查某囝，伊看咱做伊的宝贝。袂晓感恩的基督徒，就亲像迄粒种子是歹的种子，伊的灵魂的种子，安怎领受祝福，伊就袂大长。亲像迄个鸡仔伫鸡条，一直食饲料，但是逐只直大，敢若有其中有几只袂大诶？你敢知影？伫鸡条咧饲鸡仔诶人会安怎做？咱听了会惊，念无死啊！伊客家了头就压落长，国内外拢共款。我即摆看 Discovery 咧伫外国美国咧做饲鸡，若敢若食饲料毋大只迄鸡仔囝，摕起来了顺手足厉害诶，剁一下就亲像脊椎就断掉了。我毋是甲恁恐吓，毋是，咱的上帝袂安尼啊。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通甲上帝当作理所当然，
你叫伊来，伊就来；你无欢喜，你甲伊骂叫伊走，伊就走。咱的上帝毋是应该安尼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我甲你有真正爸爸甲囡仔迄种亲密的关系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就无搁再感觉我是一个丧向的人、软弱的人，因为我的爸爸你有遐尼多讲袂尽的稳定，我较会当过迄种丧向食喷的生活。求圣神祝福恁、帮助恁，互恁对你少年到年老，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对恁这代到咱的后代，看到钱所买袂到的真正幸福，就是上帝所想事。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就听大笔所讲的话，用感谢做者荣光上帝。这号人因会看见上帝的救恩。兄弟姊妹，用感恩灌压你的灵魂。上帝予你一枯残，上帝予咱一个美丽的花园，上帝嘛予咱有种子。上帝安尼用感谢的水幡然取水，灌压你的灵魂。兄弟姊妹，你有一日要亲像这个囡仔，伊看到爸爸妈妈的前庭后庭，拢开真水的花。愿上帝祝福在座弟兄姐妹，你们生命的花园充满上帝的奇妙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我，互阮真做一个担着主你稳定慈悲的基督徒。主你堪得阮学乐、甲敬拜、甲感谢，伫今仔日这个感恩节的中间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献上阮心中真实的感谢。阮嘛要奉你的圣名，伸出阮的双手，洗清阮生命灵魂的杯，甲主你讨，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主求你填满在座每一个大人、囡仔、老人，填满阮所有兄弟姊妹因生命的杯，互因对今仔日开始手捧救恩的杯，来讲起上帝你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念圣诗215首，咱准备来守圣餐。耶稣辛苦替咱定心，白表断袖，何表断。家代表明，成为情人，三甲加饼，掉在
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，那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伊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，我要进去就近因，甲因啉食，因也要甲我啉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，就主耶稣基督受被迄暝，伊有八饼作写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纪念我，直到我过来。所听下，这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恭敬伫你的圣殿内来纪念你，你用你的生命来代表拯救的记号，伫死伫十字架顶悬，流出宝血，你设立这个杯，叫做新约。主伫你的面前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，我要恳求主你圣别伊，互伊带有上主耶稣你临在的画面甲权柄。互这个饼成做你本身，互这个血成做你约的血。愿恳求主你圣别伊，我嘛恳求你临到伫阮中间，亲自来祝福这个圣礼殿，你来主持这个圣餐。愿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我靠主耶稣你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主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陈英宏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也这咱用感谢的心，准备来领圣餐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，阮虽然未感得，但是你有缘遮尔听阮。主耶稣，虽然阮真世俗，互主你忧伤，但是你有缘听阮。圣洁无瑕疵，基督，上帝圣子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圣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主求你怜悯我，主求你怜悯
你的囝儿查某囝，追求你怜悯你的教会，追求你怜悯阮的家庭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？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纪念咱的主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来，请肃敬长老以及刘克良长老来捧杯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试看主稳定的滋味，咱要用什么来报答上帝的恩？就是手旁救恩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愿上帝填满恁生命的杯，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。所以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。是主的血所设立的，咱要感谢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纪念伊。
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。所听兄姐，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？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咱当心来领受。逐摆咱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伫你的至圣所，因为阮记得你甲阮讲，阮通坦然无惊吓来到你施恩座前，领受你的怜悯、恩惠，做阮及时的帮赞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。定心甲主你立约，我们持守这个圣洁的约，就是新的约。愿主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旧的代志拢真侪过去，互阮穿圣洁的白衫，心存良善，甲主你同行。愿主你的神伫我的生命中间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咱准备来献感谢的祭。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
咱首先来为着阿美姊妹因的家庭来祈祷。做阮的姊妹失去伊的妈妈，虽然伫失落的中间有忧伤，总是上帝你却陪伴、盼望会疼。愿恳求主你帮助因伫过来拜六的个别式，主你互因的家庭会当用笑脸、用仰望，将因的亲人来交伫上帝你的手。愿恳求主你安慰阿美的爸爸，照顾因所有的亲人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吼！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上帝祝福恁，咱来祈祷。主伫生日，阮用另外一种的心情来献上感谢。你通过父母，互每一个人有即个肉体活命，所以伫生日的时也是感恩。但是伫生日的时，阮要甲你恳求，除了你所陪伴无欠缺稳定以外，阁有就是上帝你圣神永远的同在。主求你好，即礼拜生日所有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，因会当伫上帝你的祝福中间，永永远远领受圣神同在的平安。主你的神就是掌权的神，也是活命的神。求你的圣神充满伫每一个，包括今仔日伫会中，无伫阮中间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。愿主你的圣神赏赐智慧的心、圣洁的心，互因成做圣洁的基督徒，彰显上帝你的荣光，互因各方面的好无欠缺，互因无受到黑暗关系的攻击，因会通伫主你的平安的国度到永远。愿伫你面前的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恁。也在即礼拜拜六的透早10点，要伫阿美因的厝举行妈妈的告别式吼。咱的教会大概9点20，咱要对教会出发吼。若有要对教会人出发的人，恁就来教会坐车吼。但是若会当伫咱的顶悬，互牧师知影大概有几个人。恁若住伫吉林，恁若知影有个人，恁嘛会当家己去。若无，则甲牧师讲，好无？咱为着伊的爸爸祈祷。因是一个有上帝安慰的家庭。伫即届的妈妈过往，因得到真大的安慰。咱求上帝帮助因。过来是圣诞节的节期，咱的教会有足侪活动。咱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青年，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全教会总动员。圣诞节咱要有爱餐，咱已经足久无爱餐了，所以咱圣诞节迄日咱有爱餐。牧师会打出来，恁若有要几个人亲人要来，恁就甲写起来，咱通好备办即个爱餐。阁有就是对即礼拜开始。查经班拢暂停，到圣诞节结束了，咱才恢复。因为真侪人拢会参加献歌队，也嘛爱参加联歌。所以无论拜六透早的即个查经灵修，还是讲拜六的延暗的查经，咱拢暂停。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咱做伙欢喜来领受今年的圣诞的礼物。上帝祝福咱大家。咱下面来请报告，师会来报告。
伫周报顶面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本周的聚会，基督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，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年团契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牧师拄仔有报告吼，已经暂停。圣港的服侍后礼拜是胡素基执事，领诗是朱丽儿，司琴是刘一鸣兄弟，司献是我本人以及钟宏仁执事。招待第一组，圣眼光的读经表以及每日的灵粮，请咱照听数表顶面的进度来读。具体交通报告本主日是感恩节。大家做伙来领受圣餐，也为着咱今年领受的一切来献上感恩。也是大降节的开始。伫咱圣诞节的期间，请咱为着家己甲耶稣的关系，会好好来祈祷，搁较深的甲耶稣来结连。第二，伫圣诞剧的演出的时间，12月19暗时7点半要伫咱教会。12月20下晡2点半要伫喜乐保养院。拜年的时间12月5号，甲12月10日礼拜六的下晡3点请青少年团契来准备。12月29是要伫礼拜了后。11月29以及12月6号甲12月13是要做总排演，请有参与的同工做伙来注意时间以及配合来出席。第三，12月13有洗礼，请有愿意要领洗礼兄弟按牧师来报名，并且接受真道的课程。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。大多数项总共有6项。第一，请咱搁继续为着咱台湾甲世界会当平安来经过肺炎的疫情来祈祷。第二请咱为着彰化中华50周年的事工来代祷。第三，请咱为教会心生欠安的单数、张成、詹清真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比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聚、洪长远以及刘克龙长老，以及洪在金兄弟、洪詹素莲姊妹、郑燕传，请为以上来继续为因的身体来祈祷。第四，请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因伫学校的课业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六，请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人日志以及德克达雅以上，请咱将伊放伫咱的代祷事项顶面。即时请咱好。其实是要迄个行路啦，咱要练习迄个位置的确定吼。所以你若是傅阳成、天池、博士加约瑟玛利亚，吼，咱在礼拜六咱在模拟开，咱随时要就定位吼。我知今日有足侪人无来，毋过譬如讲迄个天使，我是我人无来。你才会记咧安怎？到时你才叫安怎徛就好。迄个博士要徛伫倒所以请恁配合。你等下有时仔因来条要唱者，唱者啦吼。因为迄个叫唱信息的应该较无问题。然后再来了下晡就是青少期吼，性平班所。然后为后礼拜开始先无赛课，所以迄个张阿明咧讲，后礼拜六开始的你注意后礼拜六开始是9点半吼，早上9点半就要开始来啦吼。请你
伊即摆真正迄个爱负担足大啊，迄个爱演啊，爱唱歌，爱歌舞，无简单。其中有几个已经练甲真好势，我相信别个人练甲真好。其他日佫有要拍迄个制造变装造像吼，等者，所以阮等者即个代志会麻烦，迄个古代传统的部分，咱搁互伊调了，你就莫离开遮，咱就马上来进行。请恁逐个替倒吼，即个咱定了上帝的名，过程。搁有你若是早上拜六早起9点半，当下就来锁咱电吼，爱准备迄个早餐。咱欢喜信天，足久无倒来做礼拜吼，咱足欢喜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。上帝祝福你哈！咱来吟上用的诗歌，咱来吟上的诗歌。507。阳光归向北兄弟，阳光向家乡心三位一体。在地顶，从来也永远地顶，无穷无尽，阿门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主爱、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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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，别得避讳。